同款是伫咧桃园国际机场来关心的是飞安的意外。昨呢，受飞机咧降落的时阵去找到涂骹，国际机场这边表示已经照规定来汇报。也那运安会也回应讲，已经甲相关的记录器拢加查登去，会来立案调查。 飞机伫跑道降落，煞找到涂骹出现火星，惊险降落，或者再是安全。这件事故就伫咧13暗时8点12分发生的。一台 UPS 飞机5X61航班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，好亲像机身边向风正透，发动机煞去找到涂骹，引起众人议论。严重的来讲的话，会停飞，因为毕竟来讲，这个部分是归责于飞行员的技术，因为你不能把它归责于什么天气不好啊怎样情形。飞机正边发动机明显受损，针对找到跑道事件，头家公司发声明表示，运安会已经指派调查官到机场进行相关的调查。机场公司完成程度外物喙友啊，也甲道面会收报了后，伫暗时11点38分，重新个开放北跑道，搁再会当双跑道运作。 事故发生之后呢，运安会就立刻派遣3名的先遣人员到事故现场去搜集资料，包括人员的访谈，那包括这个记录器的一个取得。运安会表示，已经甲航机点管相关记录器带回，透早嘛已经开会决定，由运安会立案调查。若是时程表，就要搁看后续案件伊的进度来推算。记者采访报道。